清场静静。是。做人辈，小人背敬梁叶子，是我鄙人愿意，请坐。小人冒昧登门，望神不大人见谅。哪里哪里，梁叶子像是路过而生，乃是得地朝府与神不大人问安。不过，身边也往往引来也意。哦。让我来送。梁相公，请用座。银生弟弟。银生妹妹，是就。梁叶子远道而来。请到此房小坐片刻，道明迎来出见。哦，来，陪梁相公四房小坐。是，梁相公请。谢人不大人。宁请去请小弟下楼，有客相访。是。二妹，你叫小弟先来接我。是。梁叔，弟弟，因为梁三伯虽然前来相访，我看你还是不见的好。弟弟，我与梁兄年纪近来同窗3载，远道来访，岂可不见？你是马家的人了，女儿为人已育，岂不为婚姻大事，当有无谋作之？弟弟因念女儿在长陵请求许配，妩媚不偏，做事不对。与四母为媒，若孙子为聘，与理无亏。马家乃是尊英世家，凡有门第。梁家虽是平安，却是清白人家。因为你好无礼，岂不知三从四德乃天经地义？你让这面本我无足非为，不但有辱门楣，也为礼法所不容。因为为吾平生哪一件事不倚重于你？你有婚姻大事，非同儿戏。为吾一家里去马家，万难应该。
年里300有结拜之年，就用你一件，你要好言相劝于他，叫他另娶所女。应信有请梁相公。应得不要离言外面，有失礼数。梁爷人啊，沈不大人。应得借故梁爷人。梁兄，梁爷人远道而来，是老朽不能奉陪。应得你同3本乃是结拜兄妹，你要好好看待，不得怠慢。宁妃，你陪四舅下去歇歇。梁兄，你我在读书的时候，乃是兄弟相称。如今你已这官当办，我还是趁夜里，还是在读书时间，我是女扮男装，你我应该兄弟相称。如今不妨兄妹相称。也没。梁兄，你我长亭分手，别来可好？好，也没家具，相比而生。托梁兄之福，夜晚好。梁兄此来，
是路过万事得到。特地到此，一来与神不大人问安，二来向王王的家九妹。九妹，那一日接到大郎送你归，你在家有小九妹，长亭上面住的美，与兄弟在你对门去亲两兄啊，你他九妹是哪一个？就是小妹做银杯。女兄知道就是爷妹啊，两三杯与做银杯，皆是姻缘配龙来。见他困下我心碎，他在此地地已将我从分开。举笔同梦应欢喜，你有脸那手上眉。两兄啊，应得遇见为难事，要想名声去难开。你我之间还有什么话不能讲的？今世不妨。两兄，小妹是从比你为家，弟弟做主，已将小妹，啊，已将小妹终身。怎么样？呀，接应来，终身儿是帮出口，李大人用金手为。莫非他另有把婚配？大江山北非你猜。哎，不为啊，不为。他在当庭是做媒，怎能够反复无大令婚配？做事有想，心已乱。
小姐言道：“弟弟作此亦将终身，难道是你家小姐已婚配？”原话作此，将小姐终身。是那他虽自知马为梁相公，梁相公，梁相公，小姐。梁兄，梁兄，
两兄难认得，我弟弟晕了马家妹，我与两兄难认回，我弟弟受了马家皮，我与两兄难认冤，我弟弟因过马家累，谁知道一场义军夫妻想不到报答鸳鸯两分因为
君前来报信，他是梁相公，梁相公他去世了。你还想念那2、3分不能？下3不义死，生死不能不生。还是请为父之言，好好塑造造桥。你为我千言万语都全不信，女儿立誓不嫁人，立不家教谁官位？我宁死不让马家门，不让马家有时候。与两兄生不同如山，死同外，岂有此理！下回父请你派了这门告情，难道还结束了你不成？你竟敢私自放肆！你要我气死你亲生老母！两兄一死8年回，老母比家生财呀！我胸中早有旨意在，生死都在2、3辈。弟弟，你一定要女儿上轿。女儿就依从你的，依了就好。只是请弟弟依我一事，讲。弟弟比我上轿迎，女儿有时来就肯，叫人2、3摆烧灯，叫有3千紫金锭，花轿先到吴家镇，应该要背书进兄门。应该，今天是我儿玉桂之际，你再问把一说
去吧，我就依你。可有一件，你须里面丑，外面脏嘛。等几辈之后，他去把一束木，好到马家交办天地。宁信，叔叔不是小弟树当上桥，不得有误。谁知晓，遇到你我的头。